好，今本日咧，东方鱼道讲到春夜这，一下你阿姨一下给你做得啦，做得。还记一下要注意一下要第四种，因为听get到嘅名嘅吼。我其实简单讲起来吼，同嘅你嘅乡亲朋友小嘅吼，其实也嘅长期照顾呀，名字也今年吼，大家可能越来越低嘅，吼，嘅长期照顾其实係一個很好嘅觀念，大家唔好想到太負面吼，只是希望只會講可能講因為嘅人係講有乜嘅問題，後生嘅也好，有冇人家講有嘅學牙嘅三咩啦？唔講而喺到幾邊喺幾叫咯？喺差唔多該過年咧，因為佢喺到新光醫院急診咩都氣喘啦，我有講肺炎啊，肺炎咩講？我哋就係急診啊，冇法度就睇。嗰種去到播下嘅時，可能聽到嘅爸爸媽媽講，冇照顧啦。親愛嘅唔講嗌唔點樣嚟照顧佢嘅時節，就做得去到較專業嘅機構，機片有護士，有專業嘅人員做得來聽書。係啦，其實什麼人嘅當地認識啊？唔講係接到了安尼個，嗰個社福團體，人們講你做得照顧冇人去接啦，嗬，係按時咪嗬，後尾想講。因為實按時照顧嘅人力都同一夾多咩？我去醫院看要評估，我護理師帶着照顧員講，你用啥去看？我想講，伊看，伊話講我唔敢照顧曬嘅，我就冇接哦。我用上嘅想講，嗱，接轉人因為實呢，他搞我無限切擦，行下無限，伊用啥去都打電話，看看，主任打電話講，主任當地影響咧，冇來照顧好因為實。當才個人講啦嗬，因為佢做未婚懷孕咧，有生嘅，細妹冇卡咩冇愛，細大冇卡咩冇愛，冇人照顧嘅冇養冇咁嘅啦嗬，未婚嘅啦，結果嘅社會服務中心咧都叫做來，因為我想佢哋想講，你都冇喺度做，朋友們冇可能接，因為你很麻煩，你初談嚟講老人家太年嚟講初談時啦。較簡單嘅嗬，佢話冇聽懂，其實我都順人嘅意咯，一生人樣其實佢講嘢懂意嘅啦，所以帶咗嚟講，我知道我同感受到我啲這位照顧員經驗重嗬，而且又沒有做媽媽個年齡他太40歲、50歲樣啊，個護士咪強要，嗬，他搞做聽藥，他搞聽藥哦，哎呦難得啦，青島嘅媽媽嘅幾天嘅感覺嗬，聽下都係幾可愛嘅媽媽。連到親咧，一啲啲嘅吃哦，佢談出睇叫做輕鬆嘅，係啊，冇佢談多啲，睇就睇唔出嚟啊，跟住要學出槍咯，嗬，種嚟處理，都係比較好嘅咩，嗬，較好嘅啦，嘅都基隆啊，基隆嘅社福中心嘅有見到個保姆照顧嘅，按樣接，係啊，嗰種唔看也係輕鬆要嘅，因為人哋用照顧嘅時節可能較專業嘅人員就啲，唔過按樣係清好嘅啲嘢啊，因為也係一天清好嘅事情，甚至嘅也要，我咪照顧過，甚至來2-3年，逐年咧過年咪2-3年哦，2-3拜過年加來為使用嘅傳媳婦20歲年嚇，佢冇辦法啊，佢多嘅。天母嘅有個聖保路嘅聖保路之家，專門輸呀腦性麻痹嘅青年嘅嗬，腦麻嘅，係，廿八係小麻痹，買獎券，佢咪做佢啦，做生意都一樣，因為一樣嚟到做稀里糊塗唔可以配談啊，清楚個，當然都會講落，係啊，嗰個其實就係你講嘅啊，係講。無下去存錢，佢無下無人照顧嘅時節，就做得錢安嘅重要嘅地方來聽書。當然啦，你來講，迄個做得啲無下，當然就啲無下係天嘅選擇，好，這是最提重要嘅。因為聖安娜之家啦，而過年家他家自工做轉咗了14年，就他家帶轉去冇人做，佢就帶咗了。我講有卡嚟講。阿婆做80多歲，按樣照顧咯。而家買獎券，我講身體好冇，身體冇好，現成咯。咁多人嘅
灰色的个面。不过吼，简单讲，按用语就会讲，你迄鼓励大家听错，迄讲做得，哎，落下嘅人迄强下自家来照顾迄气候嘅方式老先车，迄讲真嘅无法度，因为赚钱，因为上班，迄讲你唔地要用嚟照顾嘅时节，当然，像主任讲嘅，还有无像嘅提防做得来，做得来门啊，假如讲嘅深圳嘢嘅鹅牙啊，係啊，佢都，不有保姆系统嘅资源來嘅吼，就送咗一機動社會局去處理。不過唔係咁簡單哦，許多幾邊唔係有許多嘅冇事情做下，許多幾邊有輕度嘅事情做嚟做嘅。保姆特殊嘅啊，誒要放心嘅啊，他來處理來好嘅啦，迄肺炎你就個情形有用嚟真係舌頭，你痰冇處理用是用的冇好，從伊唔可以打輕沖。你講哦，迄個你冇嗌啊，你冇下嘅時節可能吼嗌去學習，希望嗌咩唔對用嚟出糖。係啊，希望按用嘅學習，故說這邊有專業嘅人員，嘅希望你很信任按用嘅提防，你要做去看哦。出糖做護理人員、護理師長做嚟出糖，而家係按用了。而家上到講，而家因為上到講都冇卡嘅嗬，你談路路用嘅實，你嗬，所以就一就政府咪都會想辦法嘅事情，係啊。如果我家講嗬，許多幾片唔係是許多幾片係甜甜嘅，幾片係清無限嘅地方，因為講。而呢叫青島嘅考場，嗬，希望中國嘅考場有冇？係啦，講到卡拉 OK， 講到考場是動嚴肅嘅事情，冇按緊張啦。卡拉 OK 來出嚟，他就叫我唱。佢上班啊，知道有點運動，求好心切沒有，精神有問題，唱叫我講一多分，有冇？快啲記住嘅枕頭都徛起了沒有？所以我後尾就講，唱歌咁冇。看啦，見一多上伊就創啊，要創啊，變過。意思係講，其實許多幾邊吼有青島嘅人唔係講冇事情做，其實有青島嘅考場，比如講唱歌嘅係一種嘅，就係教嘅念奶啊。有啊，我唱嘅捏陶老師來教了，佢他還沒懂，清晰，他還就講，哎呦唔是啦，我唔愛啦，嗬。可是教線上會總會看啊，教佢啊，迄唔愛做，咩教佢做，哎呀。做裝一講，而家所有啦咩人來看，其實送佢，邀人來參觀，同到咩得，跟同到叫乜送咩人送學生嘅送咩，即係同。因為佢家嘅作品，而家佢有私心，佢有成就感嘅感覺。煙縫班嘅縫班做喺度講。哦，記得係做啲做版嘅哦，做個模型嘅。哦，你做煙縫班啊，做當到化學講嘅啊，但簡單哦，用那個大型的做講嘅，客人都要客人阿婆嘅講，那幾乜講故事，其實我伊都會嫌伊講，哎呀，嘅菜頭班要做，烏龍班要做，啊，其實講，講我當歡喜啊，嚇，我係順阿婆講，我係順阿婆嘅，總係用包啊，嚇，你幾乜講樣嘅？係有，都內容都當多嘅啦，係啦。係有請佢請專業嘅音樂欣賞來教。有啊，佢做嗰音樂療法。也有音樂療法。佢做嗰個向朝美老師，做了長照界當有名嘅咩？來請佢哋做家，佢把喺實踐大學社會工作嘅實習嘅學生係搶下來啊，嗬。做一隻，因為做一年600，係啊，做線有打鼓嘅啊，好打鼓嘅，好，後邊有打，像乜個用具就做得啦，木頭然後就打，做得，係，嗱呢度做到學生嘅辦活動，然後社區結合，從99重陽節，又母親節，嚇，學生來就會做兩隻方案，一隻東歐位，一隻到迪拜，嚇，東歐位誒就帶出去啊，嗬，行了啊，沙琪嘅講按摩嘅，腳底按摩啊就會來，健康咯咩咩來，嗬，李總你就會搶下來攀，嗬，當翻譯啊，冰山歌，係冰山歌，學生啊以為邀請函，咩事邀請馬英九市長啊，嗬，嗰件冇費先，如果係乜年代，咁乜個當嘅議員，你就就會來到喺你鼓勵，咁啊有一班咧唱珠寶嚇，要帶定幾下集朋友嚟唱歌嘅，嚟唱歌嚟歡喜，老人家當歡喜嚇，係啊。佢說
行起來，其實去到幾片吼，做嘅認識新朋友以外，青島嘅無強嘅課程做得學習，還有我同沙期嘅互動也係青島嘅。係啊，哦，你唔會知道講哇，好像是孤立的，唔會因為佢有看到青島嘅相片吼，你看。像係當年的年初一，我哋都會工作人員清楚嘅拿阿公阿媽打扮到整整齊齊啊。你剪頭拿毛嘅，我剛剛有看到一種相片有剪頭拿毛嘅。佢都一天頭拿毛要，天頭拿毛也有。係啊，我都被中獎咗。做我去廟方，北宮廟，我哋有媽祖廟，我去拜祈福，一年初一前都會做嘅。當然個當歡喜啊，佢哋經驗唔知有冇誒咩帶進嚟做誒，我誒，像學生阿咩，佢拜花博啊，花博啊，呢度咩帶老人家去了，去花博度方啊，係啊，跟住要家屬咩搶下參加，搶遊覽茶，搶遊覽茶，係咯，冇錯，你講到清，注意講到清楚嘅，家屬跌到唔準，乜意思？你呢個他搞一轉嚟，按法啦，叫家屬唔見睇啦，係啊，都好似有數據啊，唔多啦，如果我去搞呢啲唔得啊，有樣嘅阿婆啊，按樣清楚啊，你看按到嘅發通通沙同嘅沙期嘅互通嘅程度，嘅人老人之間嘅距離，一做嚟較來強嘅。嗱，來權唔俾聽人講言我，清楚嘅家屬係講參加嘅時間，呢種互動，當歡喜要放心，即係呢度都有聲音。咁故所講下做人叫嗌客人，一講唔係識講客人，嗌做嗰個需要人去到去尋落。人播人口碑啊，呢都先叫做口碑啊，最重要係啊。很容易，不過其實今日就係希望講做得好透過電視機同大家來分享按樣嘅方式也好啊。其實也係看個人啊，因為大家而嘅個性唔一樣。也好，他講唔是社會吼，因為政府哦，太啲的注意了方面呢，長期政府了吼，伊透過你講元旦開始噶，就有每年啊。各縣市各衛生局來督考，透過督考嘅個大分數嚟檢查意思嗬。意思講起來，其實大家嗬做得清義做得去清義新面嘅地方啊，其實佢係有標準嘅符合啊。嗰項個也都政府都中央有評鑑制度來，像醫啊又變評鑑啊，評鑑有優價等樣啊嗬。佢話像冇級嘅，佢會輔導唔到級嘅。係，故作大家做得輕視社會啦，清風行是做得。係啦。好，韓其強，大家先聊下啲馬茶地下陣再嚟聊。